我阿謙，我係雲恩社工學系嘅畢業生。我揀雲恩嘅原因係我當年完成咗2年嘅副學士課程，適逢咧雲恩就開辦，咁所以咧我就對我嚟講就係一個機會，可以繼續去喺我嘅學術上邊去做發展啦。咁所以我就選擇咗雲恩去讀。咁喺雲恩入邊咧，其中有一樣我哋教過嘅或者叫學過嘅嘢咧，就叫僕人領袖嘅一個精神。咁僕人領袖同以往我哋學嘅一啲領袖模式係好唔同嘅。撇除咗宗教本身嗰個背景先，其實佢當中點樣去帶領住同事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啦，唔單止係同佢哋同行啦，亦都要喺當中去關心住自己嘅唔同嘅同事咁樣。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可以一齊去有效咁去到嗰個方向。咁喺雲恩畢業之後咧，我就投身咗社會工作啦。咁啊，最主要我嘅服務發展咧都會喺翻老人服務入邊。咁就做咗幾年嘢之後咧，我就讀咗個 master course 啦。咁而家係一個行政管理階層，咁就係一個叫做臨終關懷照顧服務上邊，更加就能夠將當年用過嘅僕人領袖咧投放喺而家呢一個身份上邊。真係落手落腳同佢哋一齊去做，鼓勵同事去一齊去參與，一齊就住成個服務嘅發展咧，我覺得係好有效嘅。我係 Felix， 當初我揀雲恩嘅心理學學士學位課程嘅原因咧，係因為呢度嘅教學理念同埋呢度嘅老師嘅對教學嘅期望咧，好符合我當初需要嘅嘢，所以我就嚟咗雲恩度讀書啦。喺雲恩讀嘅呢4年入邊咧，其實老師都好鼓勵我哋學習一啲心理學以外嘅知識嘅。因為心理學咧，始終係同人相關嘅一啲嘅研究啦，咁所以換句説話講，其實所有同人相關嘅工作咧，都好適合我哋心理學嘅學生嘅。當時喺雲恩學習嘅時候咧，我哋就有好多一啲 general education 嘅 program 咧可以讀嘅，咁其中一科咧就係 multimedia。喺讀 multimedia 當中咧，咁教授咧突然間就同我講咗一句説話，其實你讀晒科都好適合去做編劇嘅喎。呢一番嘅説話咧，令到我去諗，其實編劇啊或者去讀電影咧，係咪心理學嘅其中一條路可以行咧？咁後來就出嚟做嘢之後，多咗機會去到接觸啊，同埋了解自己之後咧，咁就決定去行電影製作呢條路啦。咁最後咧，我就選擇咗而家去進修咧電影製作嘅碩士課程嘅。我叫劉志峰啦，我係讀呢個基督教事工課程嘅。我而家就喺一間中學裏邊嘅駐校堂本去工作，而我嘅職位就係福音幹事。呢個職位就係去同年青人去同行，幫助學校嘅老師同學去協調學校裏邊嘅宗教工作啦。咁但係我發覺去服侍年青人嘅時候佢哋會有一啲關於信仰嘅問題，我就好想去更加多去進修自己啦。咁然而我就藉著教會牧師嘅介紹我就嚟咗呢度雲恩基督教學院去讀書啦。經過學校嘅轉介啦，我去咗呢個 ACM 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裏邊去實習，然後我先發覺原來一首歌嘅背後係有好多唔同嘅分工，無論熒幕前嘅、熒幕後嘅都係好重要。然而呢個經驗就令我可以喺而家嘅中學裏邊去同佢哋組織 band 隊。夾 band 令我哋嘅關係更加深進啦，所以我哋都會有時會 deep talk 啦。佢哋喺生活裏邊都有啲艱難，喺學業裏邊都有好多壓力。正喺呢個位嘅時候，就可以喺學院裏邊運用到我讀嘅知識，如何去開解佢哋，如何去讓佢哋面對佢哋青少年嘅迷惘，面對佢哋嘅難關，就係咁樣同佢哋一齊同行。點解我會想 focus 喺年青人裏邊呢？係因為其實當初我都係一個好叛逆嘅中學生，但係我都喺中學裏邊去接觸信仰，所以我好想中翻中學生，讓佢哋喺呢個年紀嘅時候都可以認識上帝、信主、決志。大家好，我是 Trendy， 我是在洪恩基督教學院學習轉化型商業管理課程的學生。現在很多傳統行業有很多的挑戰跟壓力，所以我來到香港學習這個課程，想讓我的生意遇到困難的時候，我能從容的去應對。在這門課裡面呢，我的導師他會經常帶着我們去考察一些轉型成功的很多企業。在這個過程中，我的思考方式，然後我的學習能力都會去提升。那我知道，這一門課其實在生活中會有很大的幫助。在這過程中，讓我學到原來一個成功的企業不單單只是靠產品，而是要靠ESG，社會服務意識，還有價值觀，才能走得更長遠。我打算讀完這個課程會繼續在香港進修，
我想将我新中式服装的品牌可以带到香港，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创新的中式服装。